OK，我哋嚟解一解題啦。當依家考緊中文嘅 Paper 2作文題目，以下哪種是長遠而言的 profitable trader？YW中文 course，YW 中文 course。拆題。首先，佢話以下即係唔係以上啦，咁就喺以下下面揀啦，4個。咁啊，長遠而言啦。第一個重點係長遠而言啊，即係乜嘢啊？長遠而言即係乜嘢？即係唔係曇花一現啊？即係唔係曇花一現 ？OK？Profitable trader 咩意思啊？即係有贏錢啊？贏錢係咩意思？即係你嘅出金多過你嘅收入，呢樣嘢都係我不斷強調喺 prop firm 入邊一個 profitable trader 係你嘅 payout 大過你嘅 expense。你先叫 profitable， 唔係有出金就叫 profitable。咁所以兩個重點，一係長遠而言，第二個就係 profitable。你已經拆咗題啦。第一樣，花7萬美金用運氣 all in 打出100萬美金嘅 trader， 呢樣嘢係咪 profitable trader？ 揀咗先，呢樣嘢係咪 profitable trader？呢樣嘢係咪 profitable trader？ 呢樣嘢係 profitable 啦，因為你用咗7萬美金，你就打到100萬出嚟，係咪？咁你咪 profitable 咯，因為你嘅 payout 係大過你嘅 expense 啊嘛，係咪？咁但係呢樣嘢係咪長遠而言啊？你可唔可以做多次俾我睇，攞7萬嚟打100萬啊？都講到明係運氣 all in 啦，咁仲係咪長遠而言啊？咁所以喺長遠而言呢個情況之下，第一個答案咪唔啱咯。第二個啦，花300個 150K 考試號打出15000蚊美金嘅 payout， 呢樣嘢係咪長遠而言嘅 profitable 啊？咁好明顯唔係啦，係咪？300個 150K 嘅考試號要成6萬蚊美金，你淨係得個15000 payout， 亦即係話你嘅 payout 係少過你嘅成本啦，亦即係話你使得多錢過你嘅 payout 啦，咁你咪唔係 profitable 咯。第三個啦，每個月穩定 payout 大於支出，咁咪即係 profitable 咯，仲要係每個月啊嘛，穩定啊嘛，咁咪長遠而言咯。OK， 第四個啦，某一個月其中一間 prop firm 嘅排行榜第一名，你係咪 profitable 啊？你唔係 profitable 啊？你攞到第一名唔代表你係 profitable 啊？知唔知道啊？你可以使100萬去攞嗰一次嘅80萬第一名啊？知唔知道啊？你係可以使100萬去攞嗰80萬嘅第一名啊？係有伏噶呢個？呢樣嘢係咪長遠而言啊？唔係咯，某一個月啫嘛，某一個月唔係長遠而言啦，同埋都唔係 profitable 啦。亦即係話，如果你係咁把炮呢個出金第一人，某一個月其中一間 prop firm 嘅出金第一人嘅話呢，你有機會唔係 profitable trader， 亦都唔係長遠而言，因為只係某一個月啫。以為我暗串 scam 唔係啊，好認真㗎。